亲爱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这是请咱三甲来念今日要念的圣诗。第一首是真特别，是土古加汉人以及西洋结合起来的音乐哈，很特别。我们先听老师弹一次。唱两遍，来。比较稍微难一点啊，较早安尼经过安尼应该有较熟悉和到时就照安尼来念，咱来念第二首，大家拢真熟。耶稣调完来行天路，575首，耶稣调我来行天路。大家拢比较较熟，所以第三首就跳过。好，咱这时将时间来搞好敬拜赞美。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咧圣的主日，咱来到主的面前，欢喜唱歌，学乐无煞。愿耶稣的灵即时伫咱中间，咱请起日来学乐耶稣，信靠耶稣真正天命咯。耶稣真正可靠，是心的我。
稣，宝贵耶稣，赞我心那坚定，信靠耶稣真正的名，是我的为真实，只有爱我的灵魂，在一时之中之中。耶稣真正可靠，是心一定有真理。耶稣，宝贵耶稣，赞我心那坚定。信靠耶稣真正宝贵，是你救赎的宝贝，只有单纯信心可以。就地世情无异地，耶稣真正可靠，是心一定有真理。耶稣，宝贵耶稣，赞我心那坚定，信靠耶稣真正的名，放上最后的高地。是你救的我命无憾，但有你的平安。耶稣真正可靠，是心一定有真理。耶稣，宝贵耶稣，赞我心那坚定。我尽我的心主地球，亲爱的。我在你上高我同在，因错保护高万代。耶稣真正可靠，是心一定有真理。耶稣，宝贵耶稣，赞我心那坚定。耶稣真正可靠，是心一定有真理。耶稣，宝贵耶稣，赞我心那坚定，赞我心那坚定。关注放在咱的信心那坚定。迷路的人着行道长，脚摆求主脚前，自卑亲像彼咱左右，这
难留了苦里，我了万头后里，只想拢是对家花期，求主出声，流浪无尽，但流浪就归你，求主出声，流浪无尽，但流浪就归你。感谢主，伫咧今早起，佫一开唤起阮的心灵。主啊，有时阮会行袂路，求你帮助阮，会当行倒转来甲主你相结连。主啊，你嘛讲，顺服就是顺服就是蒙福。主啊，阮愿意顺服伫你的面前，领受你的恩典，愿阮才做你喜爱的器具，会当荣耀主你的名。耶稣基督是至宝，是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一生都跟随快跑。耶稣基督是至宝，是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一生都跟随快跑。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粪土，为要得着耶稣基督。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耶稣基督是至宝，是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一生都跟随快跑。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粪土，为要得着耶稣基督。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宣告，跟主说我要顺服，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粪土，为要得着耶稣基督。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
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听阮的主，愿意顺服伫你的话语，愿意顺服有权柄的人。主啊，求你带领阮牧师，带领阮中职同工，带领阮所有的兄弟姊妹，会当日日来亲近你，顺服伫你。主啊，帮助阮，互阮会当按照你所插的标来跑走。主啊，我们献上阮的一切，阮一世人要跟缀你。主啊，有时阮会行袂路，总是你的话、你的诗歌来去引阮，搁一摆唤醒阮的灵魂，互阮会当来就近你。主耶稣，信靠你真正甜蜜，愿你时时扶持帮赞，互阮的生命哪来哪有基督的香味。主啊，愿今日的敬拜会当互你得到荣光，愿今日的敬拜会当互你得到欢喜。愿安尼，祈祷是靠耶稣的名。请坐。来呀，咱着用耶和华唱歌，用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用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在以下的姊妹，大家平安。这是请咱同心来吟诗，学了咱的天父上帝。请咱来献开神圣诗第11首，神圣诗第11首。
宇宙主宰，你何等伟大，请大家起立来吟。创造宇宙万美的天父上帝，愿同心欢喜，感谢临时来阿拉你，感谢你奇妙的创造，感谢你丰盛的恩典甲救赎，天地万美，拢要讲起上帝你的伟大，讲起上帝你的荣耀，感谢阿拉主。主啊，我相信伫即个世界上，你就是独一的上帝，就是独一的真神。感谢你会透过你的话语，就是圣经来教导阮，来启示阮。爸上帝，你也监察阮，你捌阮，阮坐地，阮徛地，你拢知。主啊，阮的意念你会拢知。阮要去倒位来逃避你？主啊，阮要去倒位来逃避你的灵，逃避你的面啊！主啊，恳求主你来教导阮，也恳求主你来怜悯赦免阮肉体的软弱，求主赦免阮是谦卑的性命，求主你予阮来学习谦卑顺服伫你的旨意，来接受你的话语，透过你的话语来更新阮的性命，来引带阮行伫义的路，无偏离，帮助阮会当用心灵甲诚实，倒转来伫你的施恩的宝座前来敬拜服侍你，来传扬主你的福音，来荣光主你的圣尊名。主，伫即个天气变换的季节，阮也要将阮罗州教会正兄弟姊妹来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恳求主你的照顾、保守，互阮会当得到平安。主，阮罗州教会所要推动的事工，特别是年底所有的重要的事工，拢来交托伫主你的手中。阮就将阮罗州教会，将阮正兄弟姊妹家庭，将即个世界还搁咧看COVID-19的即疫情，拢交托伫你的手中。
恳求主你亲自来掌管，安尼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门。咱即是三甲来启用，启用文53，启用文53，比比加书第6，新小标2095，1095页。我来启请兄弟姊妹来印。我着带什么来就近上主，来敬拜至尊的上帝。上主减袂欢喜，千千只公的羊，还是慢慢调迄个油。人啊！伊有指示你，什么是好？做伙用公义、心慈爱，让你甲你的上帝做伙行。阿门。这是请圣歌队来献诗，今圣歌队所要献的诗是愿我为哪听你，愿我为哪听你。
只是请咱三甲来共修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约拿书，旧约约拿书第1章，伫第一项日本的1021页，1021页，咱要伫第1节看到第7节，大家看，我来读。耶和华的话临到阿米太的囝约拿讲：你起来去尼尼微迄个大城，出声警戒因，因为因的罪恶透到我面前。若是约拿起来，爱走去他西相比耶和华，落去约帕，拄着一只船。要去他西，伊就互伊船说，等迄只船要甲因去他西相比耶和华第4节，总是耶和华互海起大风，海中风涌真透，直到船要破，水手真惊，逐人哀求伊的上帝，因用船内的迄物迄落海，因为要互船较轻。独独约拿已经落船倒底，到底好困。第6节，大公到伊遐对伊讲：你即个好困的人啊，啥事安尼？起来！求叫你的上帝，检采上帝看顾咱，袂互咱灭无。第7节，因三甲讲：来啊，咱来念口，看咱拄到即个灾厄，是因为什么人的缘故？安尼念口就念着约拿以上。这是三角起日来提炼新的概念，新的概念来神来，你要真心、真诚、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2个也3亲像，是讲你着听主边亲像家己。这2条界是全律法甲真理的总拳头。我用新的概念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这是咱来邀请咱敬听的义娟牧师来讲道。今日义娟牧师所要讲道的题目是顺服的使命，顺服的使命。在位遐个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咱同心组织伫上帝的圣殿，伫遮来敬拜伊，会当伫上帝的家，上帝的家就是圣殿，圣殿就是上帝的家。上帝伊也爱咱每一个人会当成做伊的圣殿。咱的心灵就是上帝的圣殿。愿咱每一届来到伫主的面前的时阵，咱是用脚步追求，也用谦卑顺服的心。上互圣神踮伫咱的内心，的确伫咱一生所行的道路，咱会真清楚圣神怎样来启示咱，来带领咱。咱大心同心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今早互阮正兄弟姊妹，搁一摆来到伫主你的面前，互阮温群行达来到伫教会，因为主这是上帝你的家，圣殿是充满上帝你的荣耀。主，互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来到脚踏到伫你的圣殿时阵，阮就欢喜快乐，阮就将阮的劳苦重担，
交托伫主你的手中，因为主你的殿是要互正人来祈祷的，你的厝要成做祈祷的厝。主，恳求你，互阮用阮的心灵甲诚实来甲主你交陪，互阮的生命来益发，得到平安、喜乐甲满足。献上阮的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仔日是什么主日？教育主日哈，一年一次，咱的总会都会设定一些的不同的主日。那这个主日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要互咱唤起咱对大样，伫咱的信用诶各个面向，礼拜伫教会有遮的教育诶遮的时间，会当搁一摆来唤起咱对遮的事的注重甲提醒咱。所以今仔日是教会的教育主日。教会毋若是互人来敬拜俄罗，伫遮来做一场的礼拜，或者是传福音、关怀等等。教会有一个真重要的功能，就是教育、信仰的教育、生命的教育。伫咱的教会，咱先来看，对上细汉的年纪来看，咱有啥物？儿童主日学对无？遮个囡仔逐礼拜，咱伫楼顶、伫三楼遮伫咧做礼拜。因即个时阵，嘛是上时伫二楼，有老师伫遐咧甲因教导信仰的功课。透过吟诗、祈祷、听故事、学习多元，才会学习种种，因嘛咧学习信仰甲生命。咱看到顶礼拜伫咱中间的献诗真水，搁来儿童起哩。国中开始有少年团契，咱伫即个时阵伫咧礼拜，因即个时阵9点半嘛伫1楼的所在伫遐咧聚会。咱看一个，然后呢，少年国中、高中了后，起哩阁有大学或者是社会人士，咱有啥物团契？青年团契。哇，青年团契伫啥物时阵聚会？本来通常拢伫礼拜六下暗，即马呢改伫礼拜日下晡1点半。咱嘛有青年咧聚会呢，青少年做伙，就是遮尔大群一群吼。然后中壮年，咱阁有啥物团契？同心团契。今仔日每个月的第3周台语堂之后，都有同心团契的聚会。即马欢迎兄弟姊妹会当来参加。足活泼的同心团契。咱嘛有一群青中壮年，圣歌队遮的成员，每一个礼拜日伫遮来献诗。伊毋是突然间就会晓唱遐尔水的歌呢，每一个拜六下暗，伫遮接受训练学习，这就是一个性格的教育，唱歌的教育，吟诗的教育。然后，哇，咱去哩壮年上去松年，咱嘛有遮个老大人、士大人，因嘛有团契呢，上人团契，你看，也是很活泼，伫遐做弹力带舞蹈，嘛会读圣经，哇，嘛会交谊，足古锥的。所以咱看到咱一间教会有遮个阶层，对儿童、少年、青年、中壮年，到伫老大人，才咧形成一间教会。咱敢知其实真侪教会无儿童主日学呢。所以咱的教会拢各个年龄层都有，这是值得咱通欢喜。为什么会当有安尼的一个发展？咱就爱想到过去真侪人伫遮拍拼，真侪信徒、真侪长老执事、真侪牧者伫遐安尼起造一间教会的基础，安尼起来。有的教会嘛无青年、无少年，有的教会老大人嘛足少的吼。所以伫咱教会中间，啥物阶层的人拢有，每一礼拜来到伫教会，咧接受生命的教育、生命的学习、信仰的栽培学习，所以借着各种的团契，伫遮
有产生教育的意义。伫遮嘛来学习要怎样听人的功课，听的功课，爱己、爱人、爱神。伫遮搁较来学习培养咱人全人的顺服。伫今日一开始的诗歌讲，我要顺服这一首歌讲安怎？我要顺服，因为我怎样？我爱你啊！顺服是听上帝一个表现，顺服是咱基督徒真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功课。顺服上帝是基督徒听上帝的一个态度、表现甲回应。顺服甲信心真有关系。顺服是因为相信，因为听。这是耶稣的话，家己讲的。主耶稣安怎讲？伊讲有我的命令，佮守伊的人，这个就是听我的。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所以可见，会晓遵守上帝的话的人，这是听上帝的人。遵守、听从、顺从，就是一个听的表现。所以，一个听上帝的基督徒，伊自然会顺服。顺服这个功课真歹教，嘛真歹学习。总是伫一间教会内面，透过真侪伫服侍中间的训练，人家己会去找到你甲上帝一个关系，伫遐会有一个过程，你会体验到。当上帝创造这个爱登乐园的时阵，伊就指示人讲安怎？伊讲袂当去食，不能吃一棵分别善恶的果子那一棵树嘛吼。结果有人触犯这个律法无？有啊，开始食吼，有人去食，有人去慢来食，这就是咱人原罪的开始。上帝对人的这个命令。其实上重要的，毋是讲啊，这丛树啊你袂当食，迄丛树啊你会当食。上重要毋是即个代志，上重要的是要看人会晓顺服上帝的话无，会晓听话无。撒母耳上记上悬15章20讲，尊叹赢过啥物？赢过献祭，听命胜于献祭。咱要献祭，咱要奉献予上帝，的确是出伫咱顺服的心甲态度。魔鬼哪像好势，即撒旦魔鬼哪像好势，常常用真侪的计谋，伫咧破坏人来顺服上帝。魔鬼撒旦无爱人，无爱咱基督徒，一直拢听上帝的话。所以有时候会有很多的计谋计划，用世间这事的颠簸，因真侪世间的物件，或者是人家己自我侪想法，伫咧试验咱甲上帝的关系。所以咱爱常常保守咱的心，伫上帝面前来学习顺服的功课。今仔日这段经文出伫约拿书，总共有几章？就是4章，也当分成几个段落。第一章，咱拢知影咧讲到约拿伊受到上帝的呼召，总是伊得向嘛，逃避，这是第一章伫咧讲的。第二章伫咧讲到约拿到尾去互一只鱼食去。第二章就是咧讲到约拿伫即个鱼的腹肚内面，伫遐咧祈祷。悔改认罪，然后得到救。第3章伫咧讲到约拿最后顺探上帝的旨意，去尼尼微城伫遐来传福音。到第4章伫咧讲到约拿伊嘛甲上帝伫遐摔跤，有不满的代志，以及上帝怎样回应。这就是约拿书4章所构成的一个架构。今仔日咱所看的是约拿书第1章第1节到第7节，主角就是约拿。发生啥物代志？上帝呼召约拿去尼尼微城，
爱要去尼尼微社做甚物？传悔改的信息，警戒百姓的罪恶。圣经讲，上帝耶和华上帝爱约拿出声警戒，毋是叫伊点点哦，叫伊出声，爱喊话出来，叫伊警戒百姓的罪恶。总是安那约拿，伊毋肯，伊就坐船去他死。圣经讲，伊要闪避耶和华上帝。结果当伊上船了后，发生啥物代志？咱看约拿开始走，哇，走去坐船，上船了后，做那个海面起什么？起大风涌。哇，起大风涌了后，才船顶的人就讲啊，到底啥物代志啊？迄个约拿讲啊，恁甲我等落海内面啊吼，因为我咧多想上帝，恁甲我等落去，海涌就会平静。到尾因用念口抽签的方式念着甚物人？念着约拿，嘛是念着约拿。所以经文讲，上帝互海中起大涌，是上帝使海中起了大风浪。但是咱看到大风涌拢伫上帝掌管的中间，所以这个念口这个签嘛是伫上帝掌管的中间。箴言16章33节讲，念口在地人，定着代志拢对耶和华，签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所以咱看到尾其实约拿，上帝圣经嘛讲，上帝派一只鱼哦来甲约拿食落去。连这只鱼嘛是上帝的安排呢。然后咱看到约拿伫鱼的腹肚中间咧做甚物？伫遐咧祈祷，祈祷了后，经过3日了后，上帝嘛是互这只鱼甲约拿吐出来。这整个的代志拢伫上帝的安排的下面。所以上帝互约拿经过安尼的过程了后，伊一个重新的开始回应，重新去回应上帝的呼召，伊就乖乖啊去到尼尼微城去传悔改的信息。咱看到约拿伊咧多想上帝，一开始看起来拢真顺遂，对毋对？伊阁会当真顺遂上一只船，去到伊想要去的所在。总是这袂当证明伊的路是对的。虽望人的路看起来真顺利，拢开了路，但是这敢是上帝要爱伊做？上帝的路甲世界的路常常是无共款。经文讲，上帝的路是一条隘门，路真细条，找到的人嘛真少。对约拿这个真戏剧性的一个事件，咱看到上帝实在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伊不管约拿逃闪去倒位，上帝拢有办法甲伊找着。嘛借着鱼甲约拿接落去，互约拿有机会伫一个真安静，其实嘛是真黑暗的一个足安静的一个所在，互伊伫遐来面对家己，甲面对上帝。所以约拿伫鱼的腹肚内面是伫遐咧祈祷。伫经文咱嘛会当看到约拿咧祈祷，或者祈祷文。伫认罪悔改了后，上帝重新阁使用约拿。其实真侪人有安尼的经验，检测伫一项服侍，或者是一个伫信仰的功课顶面，伊有一种的精进，甲一种像咧摔跤拔河，甲上帝摔跤拔河的经验。明明伊体会到，明明伊知影上帝要伊安尼，但是伊伫人的意志、伫人的喜好、甲人的感觉顶面，伊想要安尼，所以伊就先行安尼。总是到尾安那，拢真奇妙哦！上帝阁甲我带倒转来，伊就乖乖顺服。伫我读神学院的时阵，伫阮的班上同学，有差不多有几个比阮的年纪差不多大要将近20岁，10几岁、15岁，这左右。
遮拢叫因大哥。吼，遮个人过去伫因的社会上拢真有社会经验，也真有成就。有个人其实因伫细汉也是少年的时阵，因就有下心愿要做牧师，总是伊真想要追求世界的路，所以伊就先无回应上帝来做牧师，来读神学院。伊就先去，感谢话是先去做生意，吼，做工课。总是到一个坎站，差不多50岁到55岁，即个坎站，当伊咧思考人生道路的时阵，开始去意识到真侪遮个过去，吼，回想过去，到伫现在，伊嘛想到人生的意义价值伫倒落。有个人差不多伫50到50岁之间，伊开始定心去读神学院，然后行伫传到遮即条道路，迄是阮的同学的经验内面。所以当时因若看阮遮较少年啊，其实因拢足心神，讲哇要做主的工吼，当时还较少年的，年轻有力，哦，伫神学院嘛爱读真侪册，爱拍电脑。啊，到伫50几岁，有时安那目睭嘛开始咧雾，骹手嘛无遐尼紧，所以因必须爱搁附上搁较侪的体力、甲精神，伫遐来写报告。所以咱看到早期的宣教师，不管南部、北部、外国遮的宣教师来到伫咱台湾传福音，因拢伫20几岁、27岁、28岁，差不多迄个年岁中间。因勇敢回应上帝的呼召。咱知影马介来台湾宣教，伊几岁？27岁、28岁。迄个年纪是上水的，吼！来以咱台湾咧看遮个少年啊，总是有人就是甘愿用伊上水的年纪来接受上帝对伊呼召，伊将伊一生献伫福音的托付内面。所以对约拿的事件，咱会当来省察咱家己，咱嘛来问咱家己，看即个事件，咱将咱家己下伫内面，咱捌有安尼的经验无？而且，咱是毋是一位顺服的人嘛？我们是顺服的人吗？搁来，咱搁问家己，咱的顺服有完全有彻底无？有没有完全？有没有彻底？有时阵，咱嘛亲像约拿共款，咧得闪上帝的呼召。有时阵，上帝呼召咱去关心人，去服侍，去传福音，参加聚会，诚做大道的。哇！这个时阵拉锯战就来啊！人的借口就来，我无用，我袂晓，我怎样。这个就诚做咱的提示。佮即卖有疫情，疫情佮是做合理的疫情，佮理由，但现在都没有这样的理由了。路加福音第9章57到62节讲，行路时有人对耶稣讲：“你无论倒落去，我要缀你。”耶稣甲伊讲啊，伊讲：“互你有空，天中的白鸟有收，独人子无靠头壳的所在。”然后伊就对一个人讲：“来缀我。”然后迄个人讲啥？讲主啊，互我倒去先埋葬我的老爸。耶稣甲伊讲：“出在死人，埋葬因的死人，若是你就去传播上帝讲。”然后伊佫对另外一个人讲：“主啊！”佫一个人对主讲：“主啊，我要缀你，总是准我先去甲家内的人3时。”然后耶稣对伊讲：“既若手换犁尾来看后面的，无合伫上帝讲。”路加福音9章这段经文在咧讲着，人找借口，伫咧提示上帝福音的呼召。袂当否认，不可否认，其实咱每一个人的心中，常常拢有一个约拿。有一个故事讲，有一个小女孩吼，哇，伊做安尼嘛做心不甘情不愿啦吼。伊老爸就命令伊讲爱坐落来，结果即个小女孩伊就倔强，好，伊就坐落来。总是伊甲伊老爸讲啥？伊甲老爸讲：“我只是外面坐下，但是我里面仍然是站着。” 迄
兄弟姊妹，偌济时阵，检菜咱嘛是安尼。这就亲像当咱咧唱咧吟诗的时阵，当咱唱着讲：“神啊，唯有你是我心所爱。”结果我们却爱世界。当我们唱到“主啊，我不看环境，我只要全心来相信”，但是我们却常看环境，对上帝半信半疑。有的歌说：“主啊，我愿为主你放下一切。”可是我们却常常紧抓着不放。因他活着的歌说：“主啊，因你活着，我不再惧怕，我深知主你掌管明天。”可是我们的心里还在担忧害怕。咱敢若嘴咧唱，咱的心犹阁自我、骄傲、犹疑、唔信、唔顺服。兄弟姊妹，是毋是安尼？所以咱咧唱歌吟诗，毋是敢若嘴咧唱，咱是爱唱落底，互这首歌来改变咱的性命。安尼咱咧唱歌才是口唱心和。上帝今仔要看，毋是咱唱歌偌好听、偌大声、偌水的排场，伊要看咱逐人的性命。所以咱咧唱的时阵，是咱的祈祷。检测咱人真软弱有限，咱做无到，咱做袂到，做无到，应该是讲做会到，但是有时做无到。但是咱是用祈祷的心，伫遐咧认罪悔改，互即首歌来成做咱的祈祷，咱迫切恳求上帝来改变咱。所以看到咱头仔看到迄个小女孩，伊外表好亲像是遵探命令去行。总是心内是充满无愿意，甚至是真侪 OS 跟坏。今仔透过约拿得向上帝这个事件，轻轻嘛来指导我们的内心。什么叫做顺服？什么？希伯来文、希伯来文的顺服就是倾听，用心听，同意。然后专心回应一个呼召。当咱咧讲这个人足听话，咧讲这个人真顺服，咱都感觉讲囡仔会听话，就听话就是顺服。其实，伫这个顺服的原意，伫咧讲的，毋是讲你的听觉能力，嘛毋是讲你做事的能力，是咧讲这个人听探这个命令了后，伊有要做无？做或不做？所以关键不在于听或不听，关键在于做或不做。有一个顺服的口诀，我感觉真趣味。安怎讲？来，我们做伙读来：顺服无借口，听到马上做，做得要乐意，不论在何时。顺服是无借口的呢，是无第二句话。听到马上做，马上做，这是只讲咱有积极的回应，愿意做，做得要怎么样？要乐意哦，佮爱做乐意咧做，佮无论伫啥物事。兄弟姊妹，伫上帝面前，咱需要深深来面对咱内心，来问咱家己，咱是毋是即个用人？所以顺服就是用一种甘心乐意的心态，积极实践的行动来做出回应，是积极的，是愿意做的，是乐意的，是马上做的，是没有借口的。其实过去我有熟悉一寡伫牧养的中间，我有一届一个经验，迄个经验刺插着我的心。迄个经验是甚物？其实迄是一个足小的代志，但是迄个回应，服务师感觉讲，哇，毋知要安怎讲吼。有人客要来，我们就是用最好的能够方式去招待人。敢若请一个，当一个人，
讲去准备一个矿泉水，才会兄弟姊妹来到伫咱的中间，就很简单的矿泉水。如果有这个需要，你愿不愿意去准备？但是这个人给我回应，这个应该不用吧，我们楼下有饮水机。兄弟姊妹，做不做，愿不愿意做，这只是一个借口。你叫人可以去下面给你倒饮水机，这种事我做不下去。人起来，来到伫一间教会，要感受这间教会有疼心无？拢是对做细的代志开始。咱来互人感觉，咱来到伫泸州教会，这间教会是有疼的教会，是一个会晓款待人的教会。无论来的人是啥物种的目的来到伫咱的中间，人来，咱就是用客人来招待他。圣经讲，当咱招待人的时阵，当咱好款待人的时阵，咱无形中拢款待着天使。顺服的模范，咱来看到耶稣基督，当伊接受到上帝替伊安排要来行受死这条道路的时阵，其实伊的伫人生顶面，伊的心嘛是真艰苦，所以伊大声到伫克西马尼园伫遐来祈祷，来寻求上帝的快乐。然后祈祷了，伊安那开始爱举家己的十字架，到伫上十字架。伫即条道路，咱若对圣经看，敢有看到耶稣的埋怨？无。伊伫克什马尼的祈祷是讲：主啊，即个苦杯，设使会当刷开，请你甲刷开。总是如果即个苦杯是你爱我来啉的，安尼我顺探你的旨意；如果即个苦杯是出伫你的旨意，安尼我顺服。挪亚造方舟，我自细汉真爱的故事。当拿阿接到耶和华上帝甲伊命令讲要造船的时阵，是伫一个天气真好的时阵，搁伫山顶，天气好，怎么会有人想要去造船？因为没有水啊，没有大水可以行驶，这个船可以行驶。船爱伫水面才会当行动啊。总是当上帝命令拿阿造船的时阵，拿阿完全顺服去做，包括船的尺寸。包括用啥物材料，包括安怎做，拿阿无第二句话，拢照上帝的指示来做。拿阿要做这只船进前，伊还未看到雨来，他的眼睛都还没有看到有下雨，但是伊大声相信，伊就去做。经文讲，拿阿就安尼行。照上帝隆重所命令的去行，真侪时阵，咱唔顺服，是因为咱无看到咱想要看。对伫还未看见的代志，人本身这是人性，就真困难去相信。所以人若唔相信，就唔顺服。所以若要顺服，咱大心就爱安那，就爱相信。耶稣讲。遐个无看见来信的人有福气，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伫德国有一间教会，伫个涂骹顶面有写一段话，我感觉这段话真趣味吼，咱做伙来读来。你称呼我主，却不顺服我；你称呼我光，却不注目在我；你称呼我路，却不顺从我。你称呼我生命，却不爱慕我；你称呼我智慧，却不跟随我；你称呼我丰盛，却不求告我；你称呼我永活，却不寻找我；你称呼我恩典的主，却不信靠我；你称呼我公义，却不敬畏我；你称呼我救主，却不服侍我。如果我定你的罪，
不要怪我。好，马太福音第7章21节，安那讲？伊讲不是每个人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唯有什么样的人才能进去？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咱爱常常去思考，什么是天父的旨意？天父爱咱成做一个基督徒的咱爱安怎来回应上帝的旨意？逐人拢有甲上帝的关系。咱透过祈祷、读圣经、吟诗、参加聚会、做礼拜，来敲找上帝对你我的旨意，而且嘛来尊探上帝的旨意。所以不是每个人对主讲主啊主啊的人，拢会当进入天国。只有行伫上帝旨意的人，才会当入去。所以，这个顺服的心态，其实自细汉就爱培养。自细汉就爱培养听探上帝的话。咱看到主日学的囡仔，逐礼拜伫遮听探上帝的话，有遮有老师分班、分年龄的一个教导。所以伫遮嘛要来呼吁，今仔日是教育主日，伫遮嘛要邀请甲招募主日学，儿童主日学的同工。主日学的教育毋是干那囡仔哦，主日学在英文是 Sunday School， 意思就是讲早期有人过去真善用的时代，教会成做一个教育的场所，伫礼拜日，互各个年龄层的人来到伫教育来学习。所以这个主日学，嘛有成人主日学，所以每一个人拢爱接受主日学的教育 ，Sunday School 来到伫教会安那信仰的教育，总是咱伫即个儿童主日学伫遮有需要，搁较侪同工伫遮对囡仔的教育有安尼委身，有安尼看见，有安尼关心，咱同齐来服侍委身，来做伫遮的上细汉的囡仔的成就。来想看觅，遮个囡仔因的信仰若在，将来咱的路州教会是毋是就在？树根若在，即丛树仔就会安那花会开了水，树叶会开了茂盛。所以遮个囡仔拢是咱路州教会未来的愿望。的确，佫较需要有遮个有心，遮个老师同工投入伫因的心上。如果咱有安尼心甲感动的人，会当来找牧师讲，或者是找主日学的校长来甲因知会一下。顺服圣神的引带，既然互信上帝神所带的，就是做上帝的囝。互上帝圣神的引带，意思就是讲，咱接受圣神的管理。接受圣灵的管理，互咱的生命是受到一个圣神的一个掌管甲管理，然后顺探上帝的心意来活。所以，咱爱有一个敏锐、甲受教的心，来领受顺服圣神的感动，才着约纳这个事件，提醒咱每一个基督徒，顺服上帝才是信仰的王道。顺服上帝才是真实的灵命。上帝亲自拣选的，伊袂放弃咱，伊总是有办法会找到咱，总是有办法来找到咱，总是互咱用一个真敏锐、真愿意、真谦卑顺服、听上帝心，日日来伫伊面前来甲问：上帝，你爱我做甚么？你甲我讲，上帝一定甲你讲。他就怕我们不问，有时咱就无免问，咱讲做咱家己爱做的尔。咱若每一日来到伫上帝面前，讲上帝，我听你，总是我毋知要安怎来付出我的性命。但是上帝就欢喜咱安尼，因为你来询问上帝了，你来求问上帝了。咱看到真侪旧约的人士，伊要做这样代志。拢先来到伫上帝面前来求问神，伊意识到这个上帝的存在，
伊意识到上帝听伊，伊意识到上帝对伊的呼召，总是那亲像耶稣，伊到伫克西马尼园底下来祈祷，来找迄个旨意，互伊勇敢来顺服。所以兄弟姊妹，互咱搁一摆来到伫主的面前，咱无搁干那为着家己活，咱愿意提出咱即马就是真好的一个岁月，咱要搁等什么时阵？如果咱是上年的年纪，咱就欢喜到伫上年来参加上年的团契；咱若是中壮年，咱以后来到伫同心团契，咱就来参加这个团契。伫咱的厝里有这个细囝，咱就该带来家伫上帝面前，伫遐来接受信仰的教育。咱的厝里若有青少年，检测青少年是足困难的一个族群，咱就替伊祈祷，或是伊看，愿意来到伫教会来接受一个信仰的栽培。咱莫阁互咱的生命若像趴远，无一个目标，伫遐咧生活，互咱的目标徛起来，为着咱厝里的人来祈祷，为着因的心。检测你真艰难，20年、30年，还阁等无因来到伫教会。我知，阁真侪人是伫即种的痛苦的内面，伫即种的无奈，总是袂要紧。咱就是逐工伫主的面前，甲上帝讲，透过祈祷，上帝会互你知影，你要怎样来做。所以，毋茫咱阁较侪祈祷，更多的祷告，来顺探上帝的信息。你若无祈祷，你就毋知影圣神咧甲你讲啥物。你所靠的敢若你家己的想法尔。只有祈祷落去，上帝的旨意就显明出来。经文讲，体贴圣神的，才会当得到生命的平安。神的意象是活跟平安，神的意向是活跟平安的。愿咱每一个人，这个约拿的故事，刺擦咱。总是嘛，互咱一个愿望，互咱伫大鱼的腹肚内面祈祷了后，上帝阁重新使用咱，迄种的眼光是阁较开阔的。咱做伙来吟一首诗歌，忠心顺服歌。我无论去哪里都要顺服，我无论在哪里我都要忠心。主，我的上帝是君王，我要永永远远来赞美主。我无论去哪里，都要顺服。我无论在哪里，都要忠心。主，我的上帝，他是君王，我要永永远远来赞美主。我无论去哪里，都要顺服。我无论在哪里，都要忠心。主，我的上帝，他是君王，我要永永远远来赞美主。我无论去哪里，我无论去哪里，都要顺服。我无论在哪里，都要忠心。主，我的上帝，他是君
来赞美主。顺服主就像顺服主，就亲像这把刀。耶稣行伫咱的头前，咱每一个人安那真整齐、真合一、真有特殊，一步一步跟对主的脚步。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互阮搁一摆来到伫你的面前，借着约拿，得闪上帝你的呼召，到伫最后，伊怎样来顺服主？中午透过伊伫鱼的腹肚内面悔改认罪，上帝你重新开启伊新的眼光、新的顺服、新的心智，互伊更较勇敢来顺服伫主你的呼召。主，阮感谢阿罗你，你嘛用安尼的慈爱怜悯来款待阮。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是上帝你所听的囝子。检查的真侪时阵，阮的心内嘛有一个拥纳，都是主这个拥纳，也互阮看见阮家己的软弱甲不足。阮恳求阿爸爸上帝，你来帮助阮，互阮深深来信靠你，真正将阮的生命放伫你的手中。也愿意受圣神你的管理，你阮每一个人来讲话，阮就安那来做，主你才会欢喜。互阮搁一摆听见主你的声音，互阮用专心一致来回应这个呼召，互阮的心柔软谦卑，会当来听见主你的话所要向阮启示的。阮从今早，阮逐人所领受的，搁一摆深深感谢主，也愿主你甲阮同在。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怡娟牧师教导咱勉励咱。即只咱三角来吟回应诗，请来吟新圣诗575首，新圣诗575首。耶稣叫我来行天路，请起你练全首。
时来备办心来奉献，请同工来执行。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这时，请咱大人来读今仔日的经句，记载伫约拿书第1章第2节。约拿书第1章第2节，咱台语的来读2摆。咱来，你起来去尼尼微迄个大城，出声警戒因，因为因的罪恶透到我的面前。你起来去尼尼微迄个大城，出声警戒因。因为因的罪恶透到我的面前，约拿书第1章第2节。真欢喜今日有新的朋友来到伫咱当中哈，一位弟兄蒋勋，蒋勋在哪儿呢？哦，欢迎你。伊伫咱教会附近中央路啊，已经真侪基督徒。要过来读书，他的科系很特别，生命科学系很特别。欢迎你，欢迎蒋勋，欢迎你，欢迎继续来我们泸州教会聚会，欢迎，请坐。会后请关怀座来关心一下哈。咱过来做教会消息报告。来，小会有讲过哈，美丽多2023年美丽多哈，教会各事工的组长哈，礼拜组是黄荣征长老，教育组是林怡娟牧师，传道组叶秀兰长老，关怀组是李淑珍长老，总务组林义仁长老，财务组夏俊宏长老。第二长是黄荣征长老。第3，主日学校长蔡淑华执事。第4，教会各团体辅导主日2，夏俊宏长老，少年团契安邦弟兄，青年团契国成牧师，同心团契秀兰长老。要更正的是，松联团契的长老是李淑珍长老，圣歌队是黄荣征长老。教会本会消息哈，今仔日就是台北中会教育事工的奉献主日，是为着主日2的教育、性命教育、门徒的教育等等的事工，还有教材出版师资的训练，请兄弟姊妹来关心来带导。第2，10月23号，也就是后主日，台北的太鲁阁组啦，太鲁阁教会建堂募款的主日哈，请大家来为着这需要甲欠缺的集体的教会的关心来带导。这个教会也就是
咱本会这个锦标长老，他那个另外聚会的地方在新庄的教会，那特别来为这个刚开拓的教会来关心代祷哈。那本会消息的第二、第三这是同工教育的训练，就是同工训练会哈，叫欢迎哈。那大家来参加，因为当天是谢希明牧师主理那邀请公职同工啦、圣歌队敬拜俄罗，甲参与服侍的兄弟姊妹来当共同来参加。第四，各团契伫明年度的新任同工哈，圣歌队赶快是纪丽娟执事哈，会给云丽、普务、长阳、中部、丽华姐、少年团契会长周建宇执事、副会长惠素、会计陈爱杰、文书美丽、青少年团契会长米乐、会计戴全、文书新恩、青年团契会长是宇信。副会长秉信会给洪瑜，同心团契会长是玉佳，副会长是淑芬，会计婉君，文书方月。第五，小会议举办这个教会复兴的领袖营哈，这是伫11月7日至5，地点是伫万里，这嘛同款。邀请中级各团体的会长、干部，就是有校长、老师、圣歌队队长、干部、各团体辅导，拢欢迎来参加。要是请干事来报名。第六，小会议举行教会志工的训练，就是为着教会未来的事工要来开拓，欢迎着像拄则牧师所甲咱勉励，大家。爱有即个心志，爱用行动来，听主就爱用行动来做大家若有感动，请干事来报名。拜三礼拜，拜三就是祈祷会的部分，请大家踊跃来参加。若是团体消息，今仔日礼拜后伫1楼来举行10月份的例会，会员请踊跃出席。相连团体的部分。本来是后礼拜要例会，延续伫10月30礼拜了后来举行。那具体相通的部分，来为着咱敬听的王承之长老，伊已经蒙主温调伫10月29号拜六要来举行，这个告别礼拜，请咱来为。遗嘱来代祷呀，请会当拨时间来参与。其他部分请大家来提名，来为着教会需要欠安以及相通具体的部分来为着遮个兄弟姊妹一个需要的代祷。以上请怡娟牧师来补充报告。后礼拜，迄个太鲁阁教会来到伫咱中间牧师因本会因教会牧师会带兄弟姊妹，也伫咱的中间来献诗吼。所以毋茫咱兄弟姊妹踊跃来参加即场礼拜，然后嘛当来来支持关心即间教会的需要吼。再来就是前本会咱的王定基长老有听过几个长辈伫咧讲起即个长老过去伫咧建堂的过程，即位王长老也参与真侪美好的圣工伫即个咱的罗州教会所以也真侪遮个长辈可能对真少年吼较年轻的也可能听过遮个故事无论你有捌伊毋捌伊拢袂要紧，你若有即个感动咱会当来参加即场的个别式来追思伊。松家会准备交通车，伫10月29号的中昼12点40分，会伫咱教会门口就车。好，干事有打出迄个报名单，那么是爱互家属知影咱教会参与的遮个人数吼。所以咱若时间上好势会开，咱到伫下面来签名，包括圣歌队，咱嘛直接伫下面来签名吼。
除了群主有报以外，我们下面也写一下名字，这样子。好，以上报告。只是请咱来吟每遍诗402首，求主引带我脚步，请大家起立来吟。吟诗煞请怡娟牧师来为咱祝祷。平安的上帝，互恁伫逐项好事完全来行伊的旨意，佮对耶稣基督伫咱的心内行代志得到欢喜，伫伊的面前，愿荣光归伫伊，代代无煞。阿门。请坐。